李石宏、魏志豪、麥卓華、物玩潮人。由磁碟年代到光碟年代，再到而家嘅 USB 手指，遲下就應該會係雲端。點解講遲下？我哋好多人已經用緊 Dropbox 啊、Google Drive 啦。不過你細心諗嘅話，若果你要即時抄走好多，又或者係大容量嘅檔案嘅話呢，現時我哋都仲係用緊 USB 手指。你幾時見到電影、電視情節入邊特務偷入咗對方電腦係上載去雲端嘅？等得上載嚟都應該俾人發現咗或者捉咗啦。仲要你上載咗之後，都唔等於你翻到去一定睇得翻噶嘛。現階段都仲係 USB 手指最穩陣同快捷。冇錯啊，今時今日雲端仲未能夠徹底取代 USB 手指嘅原因，就係因為有上載同埋下載呢個時間上面嘅樽頸位。若果屋企或者係公司上網速度唔夠快嘅話呢，用雲端服務有時都係一件苦事嚟噶。今時今日好多專業嘅錄音同播放器材都可以直接用到 USB 手指，所以喺未來一段時間裏邊，我哋仍然都會同佢扯上關係。不過對我嚟講，要再花錢買一隻 USB 手指嘅時候，我已經唔會再買傳統單一嘅款式啦。點解？因為一來我哋而家唔會淨係用電腦，對於有啲人嚟講，佢哋可能用手機嘅時間分分鐘仲多過用電腦添。有時喺街上面或者用緊嘅電腦冇上網功能，唔好笑啊！好多公司俾內部工作嘅電腦都係上唔到網噶。喺呢啲情況之下，又要馬上透過網上傳個檔案俾人，就要靠手機傳送啦。一隻支援手機嘅 USB 手指就變得好重要。例如你有一個大容量嘅檔案，好似影片咁，想要喺冇失真嘅情況之下，由一部手機傳去另一部，又或者你部手機儲存容量唔夠，需要擴充或者係備份嘅時候，呢啲多用途嘅 USB 手指都會大派用場㗎。iPhone 就比較簡單啲，只有 Lightning 插頭。不過 Android 手機就處於 Micro USB 同 USB Type C 嘅交替階段。對於有多過一部手機，又或者需要穿梭唔同手機同電腦之間去使用嘅用家，好似我咁，有廠商就推出咗有齊4種插頭嘅 USB 手指去照顧我哋嘅需要啦。或者廠商都預期 Micro USB 最快會被淘汰，所以就將個插頭收埋響普通 USB 插頭入邊。到第時淘汰咗嘅時候，就唔使篤眼篤鼻啦。或者你會話呢啲多合一 USB 手指價錢比較貴啊，我每種手機插頭獨立買一隻可能仲平啲。不過就有機會響用到嘅時候，你先發覺喺呢一隻手指裏邊冇某一個檔案，到時得物無所用嘅感覺，我諗你都明白啦。所以要方便定係睇價錢重要，就視乎你係邊種人啦。幾點幾分於那一區中出生？出生怎影響出身？出身怎破碎基因？基因怎麼真可分配了性格？性格決定命運，你與我會否甘心？一種鮮花怎麼生在附近？風景怎影響心境？心境怎麼區分？如環境可倒冇一切個性，際遇又令你愛那種飲品。什麼種子造就那種人，那種面貌無缺陷。現在命運是誰饋贈？用什麼標準標記各種人？你今日又被評為那人，喜不喜歡這個身份？A pen's a pen, a man's not only a man。點樣分係乜型人？乜型人會變乜人？係 you are what you eat，定係 what you want？還是 where you come from？ 最後只想 to be a better man。九型人格邊一格最開心？我們是哪一種人？有冇得翻身？童年新衫，全身都是格式，脫下校服，再次脫胎進修。什麼水土感染那種人？那種類別才過人？道別幸運是誰責任？用什麼標準標記各種人？你今日又被評為那人，想改一下身份。
改變那種人，那種面貌無缺陷。現在命運是誰饋贈？是什麼出身都要有心人，你